主后2022年6月27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拢是为基督。圣经歌罗西书第4章第29、第6节，着继续迫切祈祷，祈祷的时着警醒，着感谢，嘛着为着阮祈祷，求上帝互阮有传信息的机会，通宣扬基督的奥秘。我是为着即个才伫坐监，着为着我祈祷，互我会当将应该讲的奥秘讲清楚，着善用机会，有智慧对待未信者，着有智慧。讲话不是着温和，亲像用盐调味，知影着安怎应答逐个人。保罗伫这封批的起头就讲：阮为着恁祈祷的时，不是在感谢咱的主耶稣基督的父上帝。歌罗西书第1章第3节。结尾佫提着祈祷讲，着继续迫切祈祷，祈祷的时着警醒，着感谢。就亲像顾眠的人，也是卫兵伫等候天光，会留意远方的动静。当基督徒等候基督再临的时，面对偏差教导的方法就是祈祷，用祈祷彼此交托，这就是团契。保罗爱歌罗西信徒为伊甲伊的同工祈祷，愿上帝佫赏赐宣扬基督的奥秘的好机会。什么是基督的奥秘？保罗进前讲过，上帝要互因知影，伊为着外邦人所准备的奥秘是偌尔啊丰富佮荣耀。这个奥秘是基督伫恁内面，伊是恁分享上帝荣耀的愿望。保罗因为传扬这个奥秘，受困绑坐监，总是恳求主的帮赞，互福音无因为安尼受关掉的。保罗的话鼓励咱，把握甲教会外的朋友接触的机会，为福音做见证，用优雅得体、带着稳定、和谐的话语应答。上帝所赐的智慧，要互咱见证的话，亲像加掺调味的食物，会变得更较美味。马介牧师捌详细记载芒甲教会设立的经过。过去，芒甲捌受三大宗族掌控，各打各施，不得甲厝出租转卖互传教的番仔，违反者爱受关，也是处死。马介甲学生已经伫邻近所在建立教堂，各为芒甲设立教会祈祷久久。1877年，马介伫日记写着，伫遐设立教会的时刻到啊，当伊辗转租着房舍，租互伊的人就真紧消失。过两工，马介甲耶稣圣会的匾仔挂伫门顶，随时规个城热滚滚，大受气的民众动手拆厝。马介为着安尼，告官府出面。伫官府甲领事协调下，教会伫原地重建。就算安尼，马介还一手摕椅仔挽喙齿，一手摕圣经传讲福音道理。10年后，1887年，芒甲迎神绕境，大队的队伍经过马介甲阿华面前的时，要阁体笑万媚，反倒转面带笑容。迄日
马阿嬷马改伫庙前甲人挽喙齿，讲道，连在地的头人也来致意。1893年，马改准备转去加拿大，头人竟然送拜帖，问马改是毋是愿意坐轿顺绕艋舺接受致意。马改接受，迄日游行的队伍是5个头人，加上知县甲官员。马改后面有26顶轿，6个骑马，300个兵符，阁有8队的乐队。群众做伙到伫码头，基督徒齐唱“我认救主，无惊见笑”，为马改送行。若林昌华牧师所述，马改的座右铭并毋是“宁愿烧尽，毋愿受坏”，迄是后来的人对伊的肯定。若假使有，就是伊伫日记不断出现的祈祷，拢是为基督。若毋是为着基督即个奥秘，要安怎面对苦境？若毋是为着基督，要安怎带来改变，搁赢得整个城市色彩？默想，我生命中常常有藏基督的奥秘无？我生命中常常有藏基督的奥秘无？咱来祈祷，主啊，软弱的我常常失落信心，袂及时把握机会传福音。求你帮助我，一切为着基督，甘愿付出代价。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，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